我们今天特别棒的，就是说我们是做无麸质的。哦，无麸质的，第一次听到无麸质的。对，因为很多现在就是空气很脏，那有很多过敏源哈。是。那我觉得哈，很多人很多都是会过敏的体质，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这个无麸质的汤圆，是甜的跟咸的。哦，那像我们有很多国外的这个观众朋友，那没有这个，就是说如果买不到这个无麸质的这个粉的话呢？我们这个无麸质的是雪花糯米粉。那如果你在世界各地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用一般的这个糯米粉来取代。哦，那重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哈，然后我们今天是用2种粉来搭配，一个是那个蓬莱米粉，那如果说你在国外买不到的话，你就用再来米粉，也就是国外他们讲的黏米粉，对，黏米粉，黏米粉这样2种粉来这个混合。那因为每一种粉类跟每个牌子的它的那个粉类的吸水性不一样，那你就可以酌量，就是说边加，不要一次加太多。好，我一般在台湾教学都是教那个创业班，所以创业做生意要赚钱，那肯定一定要成本要降低，那就是工序，就是说少花费一些人工，它就可以比较降低它的成本。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不用煮板娘，但是我是用这种汤种法。好像做面包一样，用对，大概几度的水？那我们的水温是要用70度到80度哈。那如果说你注意看，就是说这个水如果它周围已经起那个小泡泡的话哈，大概也差不多70度，快70度左右。然后慢慢它会开哈，然后你看是不是？你看现在已经有旁边有那个起那个小的泡了，你看现在已经有70度了。70度这样子你看75度这样 OK。好，那我们这个加一点这个沙拉油这样子的话吃起来的汤圆比较不会粘牙那 OK 了。好，我们这个温度时间到了所以加油的目的是说，我们吃的这个汤圆比较不粘牙，比较不粘牙，然后它的皮也比较会 Q 软好，那我们这个做好了之后，那我们就把这个直接把它烫下来这边水是280cc是，当然不同的牌子我们就会可能就是说会有一点吸水性不一样好，然后我们就把它搅拌。那对于就是说有一些家庭主妇他家里可能没有这种温度计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你就煮一锅水，把它煮开，取3/4的热水，加1/4的冷水，就是75度了。这个方法很好，对，所以你就不用温度计。那如果你做什么葱油饼要65度那你就取2/3的热水加1/3的冷水，那就是65度好，这样，好，那我们就是只要把它揉到它的成团要静置吗？像这种因为它刚包好，它很烫嘛所以我们就稍微给它等一下，就是说大概差不多20分钟左右，让它降温，然后也让它松弛一下其实我们很快，马上就好了。好，我们这样子把它，然后因为它现在还大概，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大概有差不多40几度有大概，因为刚刚在揉的这个过程中它有降温，所以我们就先来给它放着等它凉好，那现在我们刚刚做了皮了嘛，那我们今天做的是鲜肉的，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个肉馅的这个那这个内馅其实它的味道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包这个那个汤圆的皮嘛，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是说皮会把内馅味道给稀释掉，所以我们这个内馅的调味口味要稍微香重一点，对。那我这里是这个有300公克的这个那个猪脚肉那肥瘦比大概是那个2比8。好，那你要3比7当然也 OK 然后我们加这个盐巴那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有时候在做一些馅料的时候，这个内馅有时候它会出水，对不对？有时候会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这个盐一定要跟这个绞肉要先给它拌到它的这个有点出那个筋性，然后就是有胶质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就是比较有粘性，它就比较不会出水。好，这样把它拌好然后接下来白胡椒粉白胡椒粉。然后要我们的肉也是不要太干柴，我们就加一点点水然后这里是这个
青葱末或青蒜末，都可以哈。这个很重要，但是老师是切得很细哦。对，我是用调理机那个打的。哦。好，然后接下来我是加这个芝麻香油哈，放下来哈，然后我们要让它香上加香，还有这个这个油葱酥，还有这个蒜酥。当然因为我这个是职业厂的，所以说它的香料什么要比较足啊。当然，如果家庭主妇不见得说你有蒜酥跟油葱酥，你就可以择一就好了。好，然后这样把它腌起来。那要大概腌多久入味？我跟你讲，像我这样把它拌好了这样子哈，那你大概把它放起来，大概差不多20分钟，它就入味就可以来包了。是不是要放冰箱会比较好包？对，让它收一下。哇，厨娘好有经验，真的。因为包水饺啊，或者说包包子都是这种生的。那你看我们这样弄好了，然后我们就先给它入味一下大概差不多20分钟。我们现在戴口罩，所以闻不出那个香味。其实我有闻到那个香油的味道。然后这样子这个 OK 好。做好的这个鲜肉汤圆啊，可以放在冷冻库冰太久很容易裂掉，怎么办？这是重点，你太厉害了。冷冻过，然后它有一点皲裂。那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它这边有一点裂开稍微有一点裂。可是你这样子放下去煮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会爆馅？对呀。那这个时候有什么方法？你就给它弄一点点的水，然后用那个糯米粉给它弄在上面。像浮油漆这样就白了。然后它吸收到的水分，它就缝合了。不然你怎样给它捏，它是干的，它就粘不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汤圆，使用的是糯米粉。所以说相对的，你的手粉也是要糯米粉。你不能拿面粉来不行。OK 好。那我再弄一下那我今天的这个汤圆的那个皮是一个是30公克，然后馅是15公克是？对，一半一半。也不一定，就是看你12克到15克，因为如果说，当然最佳的比例是2比1，可是问题有的学生他可能手法不是那么厉害，他可能就是他2比1，他15克可能他不大会包，所以你大概12克左右。那我们现在先来用，比如说是8个好了啦又做8个，8、3、24，那是不是240我们现在说看看这个240。然后记住我们如果手还没做到那边，我们先把它放到塑胶袋里面去，然后它才不会那个干裂。对，好，那这里是8个的量是。好，那这样来我们就把它搓长。好，这样。对，那我们就用这种2分法。然后在这个中间切下去，那是不是就是一半？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4颗？对。然后4颗你用目测就不会误差太大了。是。那这样就好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包那这边的话带一点那个手粉它就会，然后把它搓。那一般有些观众朋友或者是家庭主妇，他可能就以为说我这样。我就把它压平，没错，就拍契合。可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很难收口。是，那我们就有一个方法，就像比如说，家里有这个擀面棍，记住要这种比较细一点的然后我就在这手粉沾一下，是，然后我就这样。老师好聪明哦。这样子，那是不是有这个凹槽了而且很深，对不对？很深，均匀。然后你再把这旁边这边收口这边弄一下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来包很收口？是。然后这里就是用小一点的汤匙对，小一点的汤匙，然后把它弄进来。你看，哇，老师好厉害！这样一闻的话，你看那个馅的隔着口罩都可以闻到那个香味。那你看把它挤一下，你看，它是不是超级好收口的？没错。然后你这边只要捏一下就好了。哇，省掉好多时间而且你这样子，它的面积很小，你动一下子就好。而且我们到时候这个口部我们就朝向。是，这样子，然后你如果说怕这个防粘，你就这样一下把它垫住，这样子 OK， 很简单这个做起来，然后一次做一些，然后放到冷冻库。有时候下班回来，你要是懒得开火，就煮个，然后就是加点那个什么，加点青菜啊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就。老师，你知道什么时候最想要吃这种咸汤圆？你知道吗？什么时候？茼蒿季节对，真的很搭或者是每次我看到茼蒿，我就想到咸汤圆。对，其实这个做起来真的很快
而且用这种方法，你看哦，这样子根本就。太棒了，从来不会说收口，也不用说什么收口，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我把它压扁扁，好像水饺皮呢，又把它捏薄一点啦，对，那就变成一张平平不立体。那因为我们上面这边哈，里面要厚，上面这个边缘要薄，因为我们收口起来它就会刚好。而且你看哈，我没有主板梁，你看我的操作很好操作。哦，都不会说会裂啦，或者什么不好收口啊，哈。好，那这样子就好了哈。好，然后我们这里等下开了哈。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主食材是在这边嘛。那这个是高汤，好，然后我会加一点点冬菜。哇，增添它的这个风味。这个冬菜就是有就加，好啊，没有加也没有关系。那如果再没有的话，没有冬菜可以用什么取代？我们有时候家里都会放一些萝卜干啊，加一点点下去，它的汤头就会比较干香。米团跟面团哦不太一样，面团它非常的容易熟。那米团哦，它熟成会比较慢，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么大，你看我们的皮30克，馅大概也有12克，等于是一颗是40几克，所以说我们大概水开放下去煮，汤圆还没有糊起来的时候，我们全程都要用大火来煮。那等到它的汤圆糊起来，大概也差不多要3、4分钟以上，好，大概4、5分钟左右，看你火力的大小。然后当你的汤圆糊起来的时候，它不是说它熟了哦，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转中火。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持续用这个大火来煮的话，它一直翻滚的话，我们的汤圆它容易爆馅。所以说我们不用点水，我们就持续，就是说只要它汤圆浮起来，我们就用这个中火煮。那全程看你的火力跟汤圆的大小哈，大概水开放下去煮，大概要煮差不多8到10分钟。老师，那香菇这些什么时候要放？可以，现在其实香菇现在可以给它放下去。OK， 好，可以给它放下去那个好香菇那味道那个哈。可以了，应该可以了哈。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简单，那我们就一定要就是说，我们一点点这个白胡椒粉哈，芹菜珠，没错啊，然后我们的一点青菜是好，这样就可以了。那厨娘这个给你捞，我来包这个啊 ，OK， 超级简单的，看你喜欢吃几颗你就舀几个。而且8颗都舀上来，因为自己做的讲真的而且我们成本很便宜，真的很低。那你是做个几个把它冻起来，真的很方便。然后我今天加的是高汤所以说一定有味道了，所以我只要加点这个胡椒粉就 OK 了。